中共的军机佮继续来搅扰咱台湾。国防部公布，昨有37架次军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甲东南空域。美国军方嘛警告中国，唔通故意卖抓事端。外国媒体嘛报道讲，美国暗示要卖咱台湾4台 MQ-9B 的无人机，互台湾、美国甲日本会当来分享无人机的情资。也毋过嘛，互中国是真反弹。咱国的国防部并无证实这个消息。 国防部公布，初步规工总共侦获37台次的强机，而且唔但是侵扰咱西南空域，又搁经过咱东南空域，进入西太平洋沿岸。美国军方也再一遍警告讲，中军伫最近愈来愈多霸凌行为，将会伫咧南海或者是大海引发冲突。More assertive, aggressive, unprofessional, risky, unsafe behavior by the PLA, and it tempts a crisis. That could lead to sense an inciden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 kind of crisis or conflicts. 反正强军侵扰台湾，根据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美军想要透过军事台湾4台 MQ-9B 海上卫士无人机，和美日台最近分享无人机的即时情资。消息传出了，国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。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。对于这样臆测的报道，并无所悉。 国防部正强调，因那军事专家是讲 ，MQ-9B 无人机会当长时间踮伫咧天顶进行侦查也有监控。若是咱甲周边国家最近分享情资，建立共同作战的导向，将会强化美国伫咧台海有事时阵的协同反应。包括这个网络、电视频谱、水下的这个活动等等等等，这些就是你尽可能大量收集敌方的资讯。那么你作战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敌方大概的动态是什么，让你所有的这个活动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敢轻易发起战端。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是再一遍通过保护台湾甲国家论胜法案，要求政府机关就中共犯台拟定完整的制裁策略，并且甲盟友拟定相关的应应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